好时刻。我两个玻璃菜馆，按普遍的东西，我用边5粒神的料理。你咪准备的高丽菜干炒双酱猪，双酱猪就是讲酱底肉嘛，哎黄金6两， 6两，哎，一条猪的6两，呢，今比2条猪的1条猪的啦哈。系差唔多啦，差唔多。搞开搞一样。而家双酱猪是最好食的。而家双酱猪哦，其實哦，而家莫西葱食啦，山西食哦，因為马眼眼，因為啊，佢凍皮哦，当皮，凍皮，你一定都好食。系啊系啊，你讲肉干要当车嘛，系嘛？脆，然後又油，它可以媲美嘛看，嘅牛肉啊，我的五谷牛小排控油，哦，嘅等級啊，嘅等級啊，木教师的酱油，哦，莫先安食吧，好，再過來，已經準備啦，嗰度玻璃菜乾，玻璃菜乾，像呢，熱天時節種，冷天時節種多到嘅玻璃菜啊，你客家種啊，未同樣，你玻璃菜啊，當到嚟講，你種長度，你落水嚟講啊，免的是免的啦，哦，你冇可能日日都喺炒玻璃菜啦，燜玻璃菜啦，是不姜啊，唔牛改啊，特菜啊，哦，唔係食玻璃菜是韭菜啊，也係乜嘅，出現固田嘅啦，固田你有2種3種啊，哦，你喺玻璃菜乾啊，是同樣用到鹽落去滷，落去曬，你有發覺客家人啊，客家人的精神就是很厲害，他都可以利用菜頭啦，也係啊。哦，嚟鹹菜啊，嚟滷起來。他敢要鹽用下多，要鹽。好，嚟，你用咩處理？而家嗰啲菜乾啊，咪盡來啊，佢唔會當貴，唔會當貴咧，當強全啊，咪盡來洗嘅咁樣，嚟浸水啊，嘅鹹它會去除掉。韓國雜個因為狀態，啲狀態。可以很有樣。哦，安做得咧，而家我先來切，安尼炝菜，也都下面切，另外豬肉。好，安準備安尼芒甜椒，因為切菱形好款，菱形。其實咧芒甜椒啊，安尼台灣未總當多，哦，韓國較早啊是青椒居多啦。講真誒，你一般人看唔好是講真名氣較臭。青椒啊。像你講面按到嘛很地毛，對，大同仔啊，大同，韓國一種叫做橋，橋唔係雕出來嘅，厲害，哎，大家冇咁靠到，而家門天嘅應該，你總得講新月一啲啊料理教室開咗當站嘅，都是叫，你唔是考我一天無。你問題啊，因為烤馬山呢，就烤你啊。烤你。好，呢邊準備下豆啊。我是切個豆的喂。芒甜椒，你下芒甜椒讓風甜椒啊，你大部分係台灣的。一睇台灣的哦，唔係進口的哦。進口啊，因為啊，還要坐船，船運，成本。韓國嘛咁呢，韓國啊，不付成本。韓國嘅山西內啊，香即特別當貴嗬，當貴一隻啊，最少180克。哎呀，最少180克，我哋飯店做是一隻最少山西啊，傳奇沒有到的時候，一隻差唔多150克。哎呀，唔去好看啊！你看台灣啊，要種，一下薄點點。肉看唔完盤啊，因為甜食的關係嘛。可能係吧，你看雲嘉南地區嘉南平原嘅種種多。好，來蒜頭。我這有當起哦。我自家咪當好食的用嘅雙醬豬啊，雙醬豬。好食啦。尤其啊，很快嘅用嘅燒肉。有。你買最貴嘅。那點方我就唔敢調色啦，一當貴。好。大哥安呢？送嘅得少誒。切太濟咯，唔係切油油啊。唔會沖化嗬，因為咧快炒。哦。有啲像蔥爆牛肉嚟，太絕對嘅。我覺得點解你原本是準備嘅切絲啊？你啊切點線咧，你啊蔥條味。甜點佢用切太。
當然唔係客家人啊，你係咪看安尼提取出來哦？古時候你啊做料理啊，食安的問題之外，哦，希望大家透過電視能夠啊截取你想要的，啊，從你簡單吧，也是按照零食的。哦，哦，把它拍一拍，我切開啦。一豆、兩豆、三豆咁做得。哦，必3顆啦。像你啊，成年的好食點嘛，甜椒。長椒較唔會，安尼較唔會。你啊，慢慢能夠接受。係啊，可能黃色、紅色就較中意啊。咁長椒嘅味道較重，就較唔好。哎呀，所以有辣嘅啊，多少？色辣。顏色辣啦，有所以酸有辣嘅。好，你從兩人盤準備是。哦，備菜一樣哈，葱頭葱嘅，辣條酸，辣椒係酸條。鳳仔係。大哥，你啊，揾啲地咧切肉過嚟。我叫紋路嘛，哦。有講究。然後就順紋。哦，然後順紋切，逆紋切，逆紋切。逆紋切嘛，順紋切我要較啱時啊。你咪調太。哦，唔是前通過嘛，直接炒嘛，哈。一定要就講到講起，紋路當講啦，從大理石用嚟當講。兩人切啦是比較奢侈的一個吃法。大的。你講做開日本料理啊。哦，泡泡嘅啊。喺底下噴咗凍台，底下係鋪埋嘅洋葱。大哥是切個凍泡。泡泡嘅啊，我最透光。600塊，應該點樣差唔多吧？冇人啊，冇咁貴。唔係講，你自己上網去看，不然要去試吃。好，來切一條一條哈。哇，切爛盤咧啊！好，十個女兩片，豉油鍋係冇？也用到油，前炒，奶油，前炒熟肉。哇，點知當胎盤啊？有當排盤咯。你啊中藥啊，要下提地啲哦。韓國，你啊，嗰條樹啊，插嗰張我條。你啊強下병落去。你認為上用擺咩性病嘅用嘅？裝條辣椒嘅。因為啊，你強左병落去啊，咁用擺會出火辣。出火辣，因為中央盤嘛。買啲啊，先到你啊買按照醃製嘅嗰條樹啊，把它稍微煸過，給它香氣啊，給它香味啊會出來。忙當濃郁。你看了，雙醬酥真緊凍落去。尤其啊，給它油未凍到哦。嗰種加唔加油膜唔是標濃濃，先會出油嘅嘛。加會出油啊！好，嚟，過濾菜乾，過濾菜乾。寶媽會講死我。係啊，我英超英太盤。好，嚟蒜條。哦，香味出來，你啲玻璃菜俾我啲香味出來。韓國安尼呢，蒜條。我覺得今天肉準備的比較多，就準備當太盤。
咱講咧高麗菜乾啊，當好食啊。其實高麗菜乾咧炒乜啊？炒緊啊海產啊，炒海產，鮭魚啊，有試過嘅。炒緊順順鮭魚，然後加啲嘅因為鹹菜啊，順順咧順順辣辣。炒鮭魚呢？配那個啤酒啊，最棒。哦，啤酒很棒，我知道。是含着金湯匙的。冇啦，太娘你了，含着金湯匙，連玻璃菜館都生唔起耶。開水泡飯撒鹽巴，食得開。鮭魚呢？配那個啤酒啊，最棒。哦，啤酒很棒，我知道。好，你啊加掉水。要是說嘿，你去給它翻面嘅咯。嘿，嘿哦，哎呦，你啊用啲調油。落來一啲嘅湯，咪半用，調油湯，倒香油。好，你一下按煙撈紅甜椒，紅甜椒放落去。太薄嘅哦，太薄太薄，變都變唔盡啦。天比好，當場要發到。嗱個咧，用護膚膠盤，要糊嘅啊。係。哇！必須要你係少啲啲辣。好。雙醬豬啊，含奶豬，含奶豬啊。咁做下叫得幾味強樣，唔好食。啊，唔會變得泡泡。好呀，應該是幾分熟。我這樣係最好呢。看什麼？應該是有熟啊，看是有熟嘅。來，拿起來了，拿起來。安尼，你係半夜啦？啊，半夜啊。有啲。試看看。有鹹嗎？好吃。挺肉呀，是。我玻璃菜沒有吃到。怎麼那麼好？Surprise！ 好，來水妹，必須得冇難吧？唔難呢。有時候呢，你要取材要取勝。哇塞！你買個四隻，我五四隻好嘛？對啊。就嗰樣啲啲嚟香油，嘅高麗菜乾啊，別有一番風味。跟你掛保證，一定要像阿龍哥安尼煮啊。其實係些少唔算個玻璃菜乾嘅。有冇人以後面啊？冇啦，咩後面？你問新月，新月他一定有吃過。我真冇買菜，點解冇買玻璃菜乾？因為強便宜啊。咁咪好，我咁買泡菜啊，買我粥水啊，全部要買。所以玻璃菜乾冇看過。我一天數買菜啊，都冇看過。哎，還蠻好吃的，對。有時嗰個嗰種花菜乾嘛，紅湖花菜乾，花菜啊。花菜啊，那個洗澡強樣，然後高麗菜乾強樣。梗係炒呢鹹菜啊，韓國豬肉也係海產啊，最近當我選。你好像都是，你是含着金湯匙長大的。冇啦，太娘你了，含着金湯匙，連玻璃菜乾都生唔起耶。開水泡飯撒鹽巴，食得開啊。你冇試到撈烏湯嘅？產烏湯嘅？湯啊？有。
调油啊、糖啊、滚水的地方就是啦。哦，这个啊，就是这一道菜啊，就是给比较少做料理的，因为简单，而且呢比较安全，安全牌怎么做都不会难吃。哎，不会难呐。哇，高丽菜干炒双酱猪，业绩交了4喽。高丽菜干炒双酱猪，甜椒的葱头切角角的，蒜头、辣椒的切幼幼的，葱的切节节的，猪肉切短短的，五条丝细肠准备，玻璃菜干细肠里枣准备，沙丁饼、猪肉、五条丝、玻璃菜干、蒜头、葱头、水、调油、糖、香油炒炒啊。之後再將甜椒的胡椒粉、葱的香油，繼續炒到黏味，合適的料理就在豆上做咯。